milkshake brings all the boys to the yard. And said this
你。然而據說愛得精彩地要他生怕死，怎麼可能愛你愛到將我自己捐給你？還怕你會將感激變成對不起？為何話會有初吻便要怕失戀，要會未完便掛念？傻得我卻尚過分祈求明天。
上路，誰可並肩改變到？問為什麼終改不了運數？命運是否真的需要絕對這麼做？真沒步，難復配合對我。出動你孤單上路，找到方一看地圖，現在什麼都不想有回報。命